台中济温拜二发生攻击事件，有一个17岁姓卢的高中生，甲一个28岁姓柯的查甫人，互嫌犯扑着伤，当伫大院。家属是希望未来会当设计一寡防卫家私，放伫咧车厢内底。台中济温是感谢家属建议，强调讲未来会继续来检讨代志。讲到囡仔伫济温互人压倒扑着伤的代志，姓李高中生的老爸心内是真唔甘。真的很痛。那把刀砍到每个父亲的身上，我想应该是很痛的。那我希望这种痛到我这边就截止了。事当时，姓洪的嫌犯入去济温车厢了后，就提出事先藏好的刀要甲人刣。17岁姓李的高中生未负反应，去互扑着伤，造成几大外伤，鼻仔骨嘛骨折。经过救治收养，即马是恢复了真好。阁会当甲共病房姓柯的民众开讲，因妈妈是真感谢外界的关心。那老爸嘛提出设计图，希望济温会当买防卫工具，放伫咧车厢内底。我就是放在决定车上，不管是警方、民众都可以。主要是警方还没到之前，民众有一个工具可以自保，例如盾牌可以去挡刀啦。让这个时间不会造成更多的伤亡。姓李高中生的老爸表示，代志发生的时阵，车厢内底无任何的防卫工具，民众敢若会当摕随身物品来动。希望济温会当伫每一个车厢准备一个盾牌甲3支安全棍仔。台中济温对此是表示感谢，嘛讲会阁建议。市警局也加派了一个警员，以及公司也加派了保全在列车上去加强巡逻，全力来维护乘客的一个安全。济温警察队表示，目前伫各站区拢有配盾牌、警棍甲喷剂，警察随身嘛拢有炸相关的器材。对姓李高中生因老爸的想法，会阁参台中济温讨论。记者台中报道。